大家好啊，歡迎嚟到半杯水頻道。今日畀大家去望一望個海。除咗用眼睛去觀看呢，大家都可以用唔同嘅感官啦去感受嘅。眼睛望住個海，我哋集中啲專注個海呢，好自然個腦呢就會變成一個放假模式，因為我哋唔需要再見到眼前一大堆嘅文件啦，家庭上面一啲好繁瑣嘅事情啦，或者嚟自生活嘅壓力啦，而且一個遼闊嘅海洋嘅空間延伸感呢，都可以提高一個人嘅心胸開放程度，讓人呢變得大方啲，亦都容易接受新嘅觀點。因為英屬哥倫比亞大學指出呢，海洋嘅藍色係一種好平靜嘅顏色，可以呢提升人嘅直覺思維啦、創意領域，甚至提高呢個工作效率嘅。所以大家都不妨多啲望下海啦，可以呢去平靜自己嘅心，亦都好享受你哋嘅假期。